我講嘅嘢咧可能會比較顛覆性嘅，即係我哋會講光之生命樹啊，我哋會講生命之花啊，我哋會講即係12D 梅爾卡巴啊，我哋會講什麼螺旋基督意識螺旋非不勒契螺旋，有時係好顛覆性嘅，亦都有啲人咧我知道咧聽完之後咧係好 reject 呢啲嘢嘅，咁我覺得咧都合明白嘅，但係最緊要係佢唔知道有呢一樣嘢嘅存在咯，佢可以唔信，因為佢信唔信其實唔到我理噶嘛，係咪？呢個係佢嘅自由意志嚟噶嘛，所以我係唔會說服任何人去相信呢嘢我講嘅嘢，因為佢有佢嘅自由意志去決定信唔信，但係起碼我將呢樣嘢擺咗喺佢面前，我俾佢知道原來有個咁嘅説法，有呢個選擇。咁但係如果我唔去講呢啲嘢，我唔去將呢啲知識擺喺人哋嘅面前，對方就連選擇相唔相信呢樣嘢嘅機會都冇。咁所以我覺得講係冇問題，大家知道係冇問題。咁當然啦，我又唔建議大家係聽到之後會覺得我好偏激，即係有啲又好偏激咧，所有人都係有程式嘅，所有人都黐線嘅咁我又唔會咁偏激嘅，即係我覺得知道佢存在就 OK 咯，係啊，知道佢存在就 OK 咯。